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波牧师。今天我们迦南之声要分享的是不可忘记的日子，以斯帖记9章26到28节。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篇30篇4到5节。在每一个国家，或者是每一个种族，甚至是教会啊、团体或者是个人，我们都有一些值得庆祝或者是纪念的重要日子。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值得纪念并且不能够忘记的日子呢？这些日子可能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一切痛苦的经历，比如说昨天刚过的228和平纪念日，我们大概都知道这个纪念日是在诉说一些痛苦的经历，或者是这些重要的日子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经历美好的事物，要常常感恩，并且在生活当中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然而对犹太人而言，为什么他们要庆祝普珥节，对他们是那么重要呢？到底原因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在每年的4月4号，对牧师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且不能够忘记的日子哦。因为如果忘记这个日子，我代志就大条啊。为什么？因为这一天是我跟师母，就是牧师娘结婚的纪念日，是我不可忘记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是我们夫妇在上帝面前一起来立下盟约，愿意彼此接纳相爱，彼此扶持，愿意过一辈子的时刻哦。那这个时刻也是一个感恩的时刻，因着上帝的恩典带领我跟牧师娘婚姻经过32年，在整个婚姻和教会的服事的旅程上都充满上帝的恩典。对你来讲，什么是很重要、值得纪念的日子呢？今天我们看这短短的经文，对犹太人这些被掳到波斯在外邦的犹太人来说，每一年的亚达月就是12月的14、15这2个日子是相当重要的，是他们犹太人出死入生、得胜仇敌的日子。所以呢，设立普珥日来纪念。这个普珥日之前，相信我们都解释过，在波斯文是撤签。抽签然后抽到看哪一天是吉日，哈曼抽了这个吉日，但是对犹太人来讲是凶日啊。从末底改不跪拜哈曼开始，到哈曼愤怒之下设下计谋，撤签要消灭犹太民族，接着王命所发出的一道灭族的通告。然而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在上帝的保守，
是王失眠查阅历史的记录而奖赏尊荣末底改，使得犹大族的命运从此逆转。然而在以斯帖他智慧的摆设宴席，揭穿哈曼的阴谋，让哈曼落入自己所设的网罗，最后呢，自作自受，自食恶果。他做了一个高大概22公尺的吊架，最后他被吊死在自己所设计的木架上。在以斯帖的冒死求情之下，王借着末底改发出第二道可以自卫抵抗第一道国定杀戮的命令，使得犹太人他们从死亡当中逆转胜来胜过仇敌。末底改他之前写信给波斯国内的犹太人，说明普尔日的由来，并设立普尔日，因为这2天是犹太人除灭仇敌的日子。这个月是犹太人从悲哀转为欢乐，从绝望转为盼望的月份，所以他们要守这个节日，欢庆来摆设宴席，互相赠礼。不仅如此，他们并且要救济穷人，把这一些事情记录经过，让百姓能够有所省思，一一来纪念，并且能够思考，在这个属于上帝百姓努力不懈的世界中，上帝是如何来护卫他们、保护他们。纪念应该要有所行动而这样的一个行动是源自于所纪念的事物。因此这些犹太人他们纪念他们的景况，由悲伤哀痛转为欢喜庆贺的日子。或许这也是一个假日，但是纪念好消息应该是欢喜快乐。而末底改的信时他所写的信使这2天成为一个宴乐的时刻，强调这份的欢欣。那犹太人他们的宴乐得拯救，初步是自发的反应，如今却成为一个规范下的活动，也确保好消息可以传承。我们必须庆祝好消息，然而基督徒或许应该思考，我们是否有时因为丧失了庆祝的气息，使得基督的好消息变得好像不是那么吸引人。毕竟我们知道，若庆祝救赎的好消息被隐藏在比较严肃的外表之下，可能谁能够看出它能够如何改变生命呢？然而这里的纪念所带出的行动，并非只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的庆祝活动，而是帮助那些被拯救的人不能够独善其身，反倒顾念他人。因此呢，他们以食物来作为礼物馈赠他人，大方来救济穷人。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庆祝上帝就是欢庆圣诞节或者是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同时在感恩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借着这些经文来提醒我们有没有照顾到那一些穷乏人的需要？我们来默想，在1年当中，你是否有哪一个日子是用来纪念或者是感谢上帝使你经历恩典的日子？而在这纪念的当中，你是否也看见穷乏人的需要，并且能够救济他们呢？与他们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犹太人来庆祝普尔日，这个意义就是在感谢上帝如何拯救他们，使他们脱离死亡的权势。
在诉说上帝你奇妙的作为，你使人能够转悲为喜，在危机当中逆转胜。在整个过程，借着这样的过程来提醒我们，原本其实我们应该死的，但是因着上帝你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也能够转悲为喜，从绝望当中得着属天的盼望。我们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年在欢庆这一些的节期日子献上感恩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用爱的善行来回应主的拯救。谢谢主，使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也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倚靠上帝的恩典，能够胜过今天所面对的难处，并且心中充满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